平安，老师平安。平安。哦，你有去走去东云山呢？还无好爬吼。还好啦，有你较喘出来，有去爬三角去三角点吼？点较喘出来，哦，嘿，那个算对。久无运动啦。嗯，利用这段时间休困的时间，小运动一下。安尼有先退休。对啊，对啊。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吼，咱就要来开始，咱做伙来祈祷。做要听台湾的天父，也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感谢，也阮即个时间透过网络来组织要对出来记29章看见祭司因怎样陪伴家己伫过去的记载因怎样来服侍来向你献祭也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对应伫现代的生活，阮的敬拜。也恳求主你来保守，逐所在拢有真特殊的灾难，也伫北加州发生七级的这个地震虽然无有真大的伤害但是也互袂少的人真着惊吼也恳求主你来保守，保守阮的兄弟姊妹。互阮有你圣神的同在，互阮会通了解你要互阮的教导甲提醒。为着下面的时间来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咱对伫会务吼，对伫内底器具，对伫即个祭司穿衫的规定，今日对出来及记29章开始记载着祭司诶咧服侍的准备吼，甚至因亲像迄笔来所咧讲的讲。祭司是每一年拢有爱献一届搁一届的献，嘛拢爱为着家己献祭。今仔日咱就看到即个为着祭司的献祭所规定着爱一寡物件啦吼。好，所以咱伫28章已经讲到大祭司的衣服吼，伊的即个大袍安怎做对内袍、外袍，甚至有内裤甲伊的配件等等的，因着爱准备好势，穿好势。过来就是讲，伊咧讲叫做分别罪性诶，即个程序做完了，才会当进入来伫圣所来服侍上帝啦吼。出来记诶29章，今日咱要讲到就是讲到高抹受职过来开始安怎圣别因家己，然后伫遐来讲到几个无共款的献祭。有即中间有几个咱较熟的，嘛有咱较无熟的，比如讲摇祭啦、举祭啦，吼，这咱较无熟的即个部分吼，这咱会今仔日中间来讲啦吼。今仔日经文比较较长啦吼，40几节吼伫内底咱分做几个段落吼，我分做6个段落，甲逐个来三角分享。好，头起先伫第1节到第9节，咱看到
祭司的膏抹膏粒受职吼。经文安尼写吼，你甲阿伦甲伊的囝分别做圣，互因做祭司服侍我的时，着安尼做，着牵一只公的牛仔，2只无下事的公的绵羊，搁着摕着幼面粉做的无甲饼，炒油的无甲饼，甲抹油的无甲薄饼。这个饼着下伫一个一骹篮带内，搁牵迄只牛犅，牛犅那2只绵羊犅来献互上主吼。这是伫祭司献祭的条例。所以第一个，咱看伊讲，着爱分别做圣吼。分别做圣有几个做法啦吼，足重要的，就是讲，比如讲，伊着爱穿即个袍吼，来分别做圣吼，伊的衫。挂衣服着嘛是吼，挂即个胸牌吼，即个写咧这个字毋对，会幕的幕吼，会幕外口的即个水盘，嘛是咧做洁净，也是讲咱讲分别做圣的一种做法啦吼。第4章咱就会看到吼。咱搁再来看因所穿的衫吼，因对内袍甚至内裤外袍吼，紫色的衫，然后有即个因胸坎爱穿的吼，即个用织布真油的织布织的。加衣服着加衣服着头壳顶爱戴，然后爱放一块金牌归耶和华做圣归上帝做圣所以伊遮拢有照即个来规定啦这下骹爱搁放铃铛惊讲万一伊若得罪上帝安怎所以衣服着甲即个胸牌。甲即个金牌是即内底所有装塔内底非常重要的3项物件，拢互因会通分别做圣分别做圣来伫遐来敬拜上帝这就是我咧讲圣经的即个简报站伊拢用基督论咧看即个物件啦大概互咱知一下这是我会较无。爱用安尼方式去看旧约啦旧约有伊旧约的无共款的处境，咱爱倒转去伊的处境去思考，然后才会当去做连结啦好，伫即个因所穿的遮的物件内底因拢着爱去做遮的装塔，然后互因着爱来做分别做圣的一个工作伫即个内底有咧讲，咱即摆若看现代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一般的律比，甚至因伫会堂内底，因拢有挂一块布亲像安尼一块布即个对因来讲是一个，嘛是分别做圣要敬拜上帝的一种配件也好，还是讲装塔好，这非常重要对因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好，做祭司啦咱知影做祭司伫出埃及即段即几章的中间，一直咧讲着阿伦甲伊的囝因这个就是头起升祭司设立的是即个体制对安尼因才传到因的后代，因的囝，因的后代所以分别做圣的目的是要来做祭司来服侍上帝，所以服侍上帝是祭司因的责任啦责任通好来服侍上帝，然后伫即个所在就有规定因着爱安怎做，安怎献祭咱会去看到今仔日经文咧记载即中间毋是祭司替人一般以色列人奉献，咱看到的是摩西摩西设立祭司了后，带领祭司，也是讲为着祭司来献祭咱今仔日看到的部分是安尼所以大概互咱先一个概念来看啦准备要进入会幕这第4节到第7节讲，着互阿伦甲伊的囝来到会幕的入口，甲因用水甲因洗
啊，着甲阿伦穿内袍，挂伊弗德的外袍，伊弗德兄弟吼，也是讲迄兄牌吼，从旗骹的手路一个伊弗德的带来甲伊下咧，这个就是拄则咧看迄个蓝色白色的迄个部分啦吼。啊，佮甲伊垫礼帽吼，就刻一个圣化归上主，这个金牌绑伫礼帽的顶面，然后就用香抹的圣油，倒伫伊的头壳，甲伊按入吼。这个是伫诗篇133篇嘛，用安尼概念咧讲着上帝的保守甲祝福。好。因的普通的祭祀是像安尼啦吼，崇拜有互咱看无共款的教派，因咧穿衫，大概伫信义会，因足时常穿即种白色的袍，因叫做牧羊人的袍啦吼，牧羊人的袍，然后才下即个带吼来服侍吼，伫犹太教普通的祭司嘛是穿安尼吼，嘛是穿安尼，吼，因有即个物件吼，好。阿伦吼大祭司所咧穿的是即个袍吼，这阿伦的囝吼，即两个因就无共款，所以因爱上圣躯，爱穿圣衫，爱倒油膏吼，过来爱献祭吼。即个献祭是为着祭司所献的吼，然后因才承接即个圣职吼，来做祭司来服侍上帝吼，所以。今仔日足强调是29章所咧讲的献祭，是祭司为着祭司的献祭吼，为着因服侍的献祭。所以阿伦甲伊的囝，这是一再咧强调是对因这个家庭开始设立祭司的家族吼，用水甲因洗啦吼，水盘放伫咧外口做洁净的用途吼，30章的第6节。是利未记内底，我那有讲着吼，利未记吼，讲甲因洗吼，洗这就代表要洁净的意思啦吼。亲像咱之前有讲着，讲耶稣讲，你若身躯洗清气吼，只要洗一骹，你规身躯就清气吼。但个迄个上顶的意义真清楚是咧讲即个部分吼。好这个水盘放伫外口，是为着这个。功能也要来做的代志吼，所以先洁净因家己，免得因得罪上帝啦吼。所以因的穿的方式就像拄则咱看到的，对内袍，对衣服德，对伫这个兄弟吼这个真油的钢所编织的这个歹的带礼帽过来圣化归主的这个金牌等等的，这拢是真标准在做，也是讲爱穿的代志吼。咱另外看到利未记第8章第7节到第9节，伊共款类似的记载吼。伫这个所在，摩西甲阿伦穿内袍，下腰带穿外袍吼。伊讲了搁较幼吼，搁来踏这个以弗得，将旗骹的手所织的以弗得的带甲伊下咧，搁用以弗得绑伫伊的身躯。搁甲伊他兄弟将这个乌灵涂明下伫兄弟内面，甲伊垫礼帽伫礼帽的顶面搁安金牌，这个金牌就写讲这个真做圣吼，互因来归伫主伫遐服侍上帝安尼。所以摩西照安尼的规定，安尼穿，互阿伦安尼穿衫，拢是照上帝来命令伊所做的这代志吼。伫即个所在咧讲的抹油，甲一般以色列人伫日常生活咧用的橄榄油是无啥共款的吼。照原文的意思是咧讲着咱咧用现代话叫做精炼啦吼，搁特别去用过的物件，较注重吼，伊用较特殊的吼，较特殊的，安尼讲油膏吼。所以出来记30章，咱后礼拜会去讲着，伊伫即个所在有讲，即个油膏是啥？要用上顶的即个香料吼，即个流质的物液6公斤吼，就是高的啦吼，已经提炼过啊吼。香的肉桂吼3公斤，
芳的即个菖蒲吼，即个3公斤吼，啊，佮有即个桂皮等等遮的吼，所以伊要做高抹的油。用橄榄油做底无毋对，但是佫有做其他的物件去调和，通抹的性油所以这是无共款的，特别用伫即个祭司的膏抹，也是讲过来以后，咱讲王设立的时膏抹，意思讲要膏抹油，就是爱特别用即个物件，甲一般咧食，也是讲伊咧讲要烧做油灯的油，拢无共款伊有分几若种啦所以利未记第8章第10节讲用通抹的性油所以毋是所有拢通抹这就咱互咱一个提醒啦就是爱照着拄则经文所写的咱30章会去看到的甲内面所有的器具抹伫倒位，抹会幕。抹所有的器具，甲因分别做成分别做成的方法已经有几若种咱拄则讲爱穿遐个袍爱挂衣服碟，爱挂胸牌，爱戴帽仔，爱有迄个金牌，爱搁洗手伫即个所在搁用抹油来互伊清气表达一个清气所以嘛着爱用油也伫即个祭坛的顶面7摆咱搁讲着7摆伫7摆伫即个所在出现足济抹祭坛甲所有的器具、洗肠的盆甲盆仔座，拢甲伊分别做成用即个油通抹的性油，这是利未记咱咧讲较共通的记载互咱看到12节讲，搁着用圣油倒伫亚伦的头壳顶，甲伊按立，分别做成。摩西带亚伦的囝来，甲因穿内袍，下腰带包头巾拢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咱注意甲看亚伦做的是安尼遮个爱穿甲足条纹的咱看到即个亚伦爱穿甲遮条纹亚伦的囝呢穿安怎？穿内袍，下腰带包头巾这亚伦的囝，所以咱拄则有看到迄个图，大祭司穿的亚伦咧穿的，甲普通祭司咧穿的是无共款的就是利未记即个经文所咧讲的即个部分列王记下卷20章13节咧讲到希西家王伊伫即个伊的金库房内底有一个贵重的油膏膏油，就是咧指即个咧膏抹的油啦甲一般是无共款的所以伫即个所在伊会放伫伊的宝库内底诗篇133篇，拄则我有讲诗篇用即个咧讲到迄个膏抹伊讲兄弟姊妹做伙徛起，偌尔好，偌尔欢喜，这通比贵气的油贵气的油这有咧讲天伫头壳顶这是亚伦头壳顶流甲伫亚伦的喙手搁流甲伊的颔领嘛通比平叶纹的山的露水所以这咧讲到上帝的高立祝福会祝福保守拢有好，过来咱看到即个中间咧讲到受节，抹油了后就是受节啦就是叫亚伦的囝来，甲因穿内袍，下腰带包头巾，因就担当祭司的职分，这是普通祭司，所以只有穿内袍尔这就诚做永远的规例，你着安尼甲亚伦甲伊的囝来受节所以受膏抹是受节的必要程序啦这个膏抹受节就诚做世世代代祭司拢安尼做。嘛，因为安尼就诚做即个欧洲的国王，因要登基做王的时阵，就拢爱教廷去派主教来甲因膏抹了受节这对因尾后来讲是足有影响啦
史书记17章第50讲，米甲有一间神庙，搁做以弗得甲家族的神像，伊搁甲伊的一个囝设立做祭司啦吼。好，当然这是已经搁无共款的迄落，但是咱知影讲祭司因会当设立吼，搁来传互因的囝吼，啊传互因的后代吼。啊，伫这所在共款咧讲，这个设立共款像今仔日所咧讲迄个受职是共一个字吼。史书记17章第50讲，这个米甲有神童吼，去做一个，这是和合本啦吼，和合本的翻译吼，制造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吼。共即个字有设立、有受职、有分派的意思吼，共迄个希伯来文吼有即个意思伫个，所以咱就知影讲，伊个祭司到落尾是一直搁传落，搁一直分派去。咱嘛知影伫以色列人愈来愈稳定伫迦南地生活了后，因的人口嘛增加，所以因爱需要的祭司嘛增加，亚伦的家族嘛愈来愈大，所以因愈来愈侪的分派，就无亲像今仔日的记载。这今仔日的记载，咱搁倒转来讲是摩西设立第一个大祭司，甲第一个祭司的家庭，所以这个今仔日所看到的祭典，其实是摩西所主持的吼，是毋是祭司是摩西所主持。以后就将来就一直分派，一直分设吼，一直做吼。这甲咱即马咧选新的长老啊、执事啊，是讲新的各单位的首长的意思嘛是共款啦吼。好，受职这个职务原文的意思是互家己的手天互满吼。天互满有几个无共款的赞助的意思，就是讲伊对上帝所领受的呼召，甲伊对上帝所领受的一个恩典，也是讲能力满，伊会当接受即个职分，嘛有交棒吼。咱知影伫咧赛跑这中间，接力赛吼，就是爱交棒，爱放伫手内底放互满，较袂去互漏去吼。所以有迄个意思伫咧吼。嘿，伫经文原文的意思嘛，差不多是安尼啦吼。好，要开始设立了后，就开始献赎罪祭，这是对第10节到14节所记载。用你着甲迄只公的牛仔牵来伫会幕前，亚伦甲伊遐个囝着换手伫牛的头壳，你着伫上主的面前。伫会幕的入口，抬迄只牛，用指头来运血，抹伫祭坛顶面4支翘起来的角，搁将剩的血倒伫祭坛骹吼。这有几项代志，咱爱去看，就是讲换手伫牛仔的顶悬啦吼。这个第一个吼。第二个就是讲，抬迄只牛仔用指头来运血，抹伫祭坛的4支翘起来角。过来，伫遮第三个，就剩的血倒伫祭坛的骹，吼，这是赎罪祭的做法。抬公的牛仔吼，好，我用这个圣经的简报站内底资料，互咱小可来看。伊只有2种动物啦，精生啦吼，一个公牛，一个公的绵羊吼，伊要安怎做吼？大概这个伫遮吼。咱会当看吼，伊抹4坛的4个角，吼，剩的倒伫坛下骹，其他的部分呢，这拢爱烧掉伫营外，吼，伫营外，其他拢无爱啊，拢伫营外。羊仔呢，用伊的血也伫祭坛的4周围，吼，这无共款，伊会放安尼吼，彻底吼，洗伊的五脏甲腿，然后全部烧掉，吼，这烧伫祭坛遮吼。承接这个圣职的职务伊伫遮有分安尼，伊有家己整理出来吼，这个会当做参考来用啦吼。好，搁有一寡物件是要交互什么人的吼？有归伫摩西吼，有烧掉的，有归互祭司的吼，受膏抹的祭司的伫这个所在，其他的祭司的吼。伊拢有无共款的一个记载伫遮。好，伊讲着从北来所有的油，这是讲咧牛吼，
干的芒糬吼，2粒药纸，以及药纸顶面的油，拢下伫祭坛顶面烧吼。毋过牛的肉、皮甲粪吼、屎吼，拢伫营外来烧掉，这是赎罪祭。所以伫因来讲，牛的肉甲皮甲这是共的，拢放伫遐营外，毋是要献祭。献祭的物件是即个腹内吼。腹内油、干的芒糬，这嘛是油啦吼。嘿，那这个，咱一般咧讲，若像分割膜安尼啦吼。佮药纸吼，药纸顶悬的油吼，伫即个所在，伫祭坛顶悬烧吼。好，所以祭司需要为着家己献祭，当你准备好势、洁净了后、受祭了后，你开始去到圣殿第一样代志，是为着家己献祭吼。所以这个所在是摩西带领因啦吼，伫迄个所在开始学习。所以亚伦甲伊的囝，着来穿衫、洁净、受膏抹、受洗了后，马上进行献祭，为着家己的赎罪祭吼。当然伫这中间有几个无共款的献祭吼，即种洁净礼啦吼。咱伫即个内底，咱看到烧祭、牛祭甲腰祭吼，咱连面会去讲着吼。希伯来书安尼讲啦吼，希伯来书第9章23节到28节，这记载中间咱有时间，咱则过来看，我用25节啦吼。咧讲到祭司吼是祭拜将家己献上吼，亲像大祭司每一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这个就是咧指出来及记29章今仔日所咧讲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祭司服侍进前每一摆拢爱先为着家己的罪来献祭，做分别罪性的这个天数啦吼。所以咱搁倒转来思考是讲，分别罪性有几哪个足重要？最穿衫开始吼，咱讲幼德啦、刑牌啦、这个礼帽啦、这个金牌啦吼、洗手啦、膏抹啦，甲献祭拢是咧分别罪性吼。这4分别罪性爱几工？共咱7工啦吼，咱会过来看到这个部分啦吼。好，用公牛吼，这是赎罪祭的条例，爱献公牛吼。过来因爱换手伫要献的精生顶悬吼。拄则牧师叫咱特别注意，迄个用双手吼，比如利未记16章21节讲，亚伦着双手换伫羊仔的头壳吼。拄则看，咱是看到伊放伫牛的头壳吼。这个承认以色列人所有的罪孽甲背叛，互因所犯的罪拢归伫迄只羊的头壳，然后派人甲伊送去旷野吼。这是另外一种的献祭。这小可咧成迄个美国感恩节的时阵吼，着爱放生一只迄个啥物诶火鸡吼，共款的意思啦吼，有小可类似安尼啦吼。因为其实美国的感恩节有足侪诶无共款的看法，有论证伫迄个所在啦吼。这有时间咱则过来分享啦吼。好，这是代表一个认同即只羊仔的献祭，来接纳即只牛的献祭，同意人民用这个精神来代替因做因罪的这个赎罪祭吼。好，用手沾这个血，抹伫祭坛4个角头吼，这个4个角头，咱知影这4个角头是用铜吼，用铜所做的吼，是伫迄个所在爱抹吼，咧表示迄个牛的血，也是讲羊羔的血吼，来遮盖啦吼，遮盖因的罪。然后剩的血拢倒伫祭坛的骹吼，这嘛是只有赎罪祭是爱安尼做吼。因这个血就放伫遮，咱看到后壁迄个烧祭就无共款啦吼。好，内脏的油啦吼，肝啦、腰子顶悬的油脂，佮这个芒糬啦吼，放伫祭坛烧啦吼。真有可能即几个部分，互因看到上高品质的部位啦吼。放伫祭坛咧烧，其实咱知影油若咧烧，会产生一个啥物物件？产生一个烟吼，有足有烟安尼啦吼。
啊，其他的呢，牛的肉啦、皮啦，啊，甲伊的即个粪吼，拢摕去野外烧吼，更是更当做是受污染的，啊，伊刷去野外安尼吼，因安尼来做赎罪祭安尼啦吼。入去第4章11节到12节讲，用牛的皮甲所有的肉，并头腿内脏甲粪吼，就是拢放伫咧外口吼，啊，所以吼因烧甲变灰安尼吼，啊，21节嘛是吼，啊，就是安尼甲因交代啦吼，拢共款的吼。好，过来拄则讲赎罪祭，即摆来讲烧祭啦吼。啊，赎罪祭是牛吼，啊，烧祭吼是羊。牵一只公的绵羊啊，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哦，共款哦，伫遮换手伫迄只羊的头壳顶，着抬迄只羊啊，将羊的血压伫祭坛的四周围，咱这用压的吼，伫遮吼四周围哦吼，着将羊切一块一块，甲放来甲腿洗清气好，要伫倒位洗？啊，前边我有咧回答迄个国栋长老咧问的问题吼。伊咧洗肠迄个盆嘛有洗祭物的作用啦吼，的功能啦吼。啊，当然因安洗咱无法度足清楚知影，啊，迄个盆放伫迄个所在，除了洗祭司的手以外，啊，有一寡部分因嘛着爱甲洗清气吼。佮规块的肉甲迄个头啊下做伙吼，着将规只羊下伫祭坛顶面烧吼，这是献互上主的烧化祭，是用火烧互上主芳芳的祭物啦吼。好，规只羊，所以咱伫讲着赎罪的羊羔，咱毋是讲牛吼。牛虽然是赎罪祭，但是真正咱咧讲赎罪是羊羔吼，伊规只拢会当献，然后诚做芳芳的祭物啦吼。所以爱用公的绵羊啊，这是烧祭的规定吼。啊，或像咱拄则已经讲着啦吼，啊，即个对牛也好，对即个羊也好，伊拢爱换手来做接纳吼，来做接纳。所以羊仔血甲牛的血的做法无共款，牛的血是用手稳稳的抹伫迄个四角头吼，啊，伫即个所在羊血是爱用安尼，哈，咱讲压的吼，压的安尼伫迄四周围安尼吼，啊，这甲牛血的做法无共款吼，这甲牛的做法共款爱换手来甲抬压血来甲烧。吼，啊，后壁即个就是共款的部分吼。但较无共款的是规只羊仔放伫遐做烧祭吼，啊，牛是肉的部分，就拢甲皮甲迄个屎，就拢放伫咧外口去烧，迄无共款的所在吼。所以特别伫即个所在，第一届提到着迄个，咱咧用中文来讲叫做馨香之祭啦吼。芳芳的祭物，献互上帝的祭物，是上帝所欢喜的吼。那基本上是安尼吼。啊，这个芳芳的祭，到伫迄个咱咧讲天主教的时代吼，到伫天主教的时代来讲，啊，也是讲东正教的时代，你若有机会去到伫欧洲较大间的礼拜堂，你来参加因的弥撒的时阵，你会看见讲因有迄个神父也是主教，伊会摕一个真长的链仔，下骹放一个香炉，啊，伫即个所在点着迄个香，然后伫迄个圣殿内底安尼海，啊，规间圣殿吼礼拜堂着烟蓬蓬吼，啊，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就是讲芳芳的祭啦吼，伊即摆无伫圣礼拜堂内底抬牛啊、抬羊啊，咧伫遐咧烧，伊着用即种的方法，啊，然后伫遐佫讲，着意思讲迄个烟会当惹含所有的人，诚做所有人的祝福，啊，迄个意义伫迄个所在啦吼。但是宣教师百几年前来到台湾了后，着禁止台湾的信徒去举香吼拜拜吼。无点香即个物件啦吼，但是天主教伫台湾
因有点香吼，所以互咱小知者，咱有机会去到伫天主教堂的时候，你会讲哦，足奇怪啊！啊，是啊，天主教有点香，因是照伫安尼传统落来吼，安尼传统落来。但是台湾的香伫古早就是敢若有传统宗教因咧做即个香尔定吼。当然即马香的类较济啊啦吼，但是就是讲因原来第一个要本土化，第二个伊就照着迄个芳芳的济的方式吼。啊，解决总伫长老教会这个宣教师甲咱讲袂当举香，是无爱互咱对伫举香去搁甲过去的传统的信仰连结做伙，所以甲咱讲基督徒无举香无拜，因为咱无拜上帝以外的人吼，所以用这个部分互咱小可了解吼，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啦吼。利未记第8章22节到25节，摩西去牵第二只绵羊来做祭司受职礼来路用。阿伦甲伊的囝换手伫羊的头壳吼，共款讲换手哦吼，这是一个接纳即个献祭的意思吼。摩西就抬迄只羊羔，佮摕一寡油抹伫阿伦的正边耳珠，佮抹伫伊的正手正骹的大头母吼。这是出来记记这边无记载，咱看到利未记的记载。为什么抹耳啊？伊为什么抹正手甲正骹？咱知影，伫使徒行传，使徒圣经的信仰个别的内底，咱有讲到耶稣基督上天坐伫上帝的正边，正边咧代表甲上帝的宽边，咱讲正边代表快乐啦吼。伫圣经的记载的文化文字的意思吼，所以意思就是讲用火抹，互阿伦会去耳珠的意思讲，互伊会当听见上帝的声，互伊的正手会通服侍上帝，互伊的正骹会当为着人民来行。来奔走，来对上帝来行，有安尼意义啦吼，有安尼意义。24节，伊佫带阿伦的囝来，用一管火抹伫因正边的耳珠，共款啦吼。佫来甲春的火压伫祭坛的四周围吼。所以咱看个出来记29章记载较简化，利未记记了较斟酌，甲即个幼细的动作啊。来甲伊讲出来，倒来取油啦、肥的马啦、放来油啦、干的蠓蛅啦、2粒腰子啦、甲腰子的油啦，以及正腿吼，等等遮的吼，做落来好。第二只羊啊吼，这是要设立这个祭司吼，咱当讲对赎罪祭、烧祭了后烧祭，了后用第二只羊啊吼，所以这是第3个祭品啦吼，所以咱就看伊讲，这个有伊的无共款的作用啦吼。伫原文伫原文来讲是搁较清楚啦吼。好学本讲将那一只公羊吼，无甲咱讲是第2只吼。你有当时会误解讲共迄只安尼，烧了后那搁一只吼，其实搁有一个字伊无翻译出来吼，搁另外一只羊啊伫这个所在，所以这是伫利未记所甲咱讲迄个第2只吼。伫出来记中间咱无法度看介清楚这个代志啦吼。了后，伫即个所在到第19节较清楚就讲啊吼，这第2只公的绵羊啊牵来，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伫迄个羊的头壳，搁着抬迄只羊，摕一管火，抹伫阿伦甲遐个囝的正边耳珠吼，搁伫遮，伊尾仔着搁重述吼，咧讲着即个部分。好，然后将火也伫祭坛四周围吼，搁着摕一罐祭坛顶的火，通抹的圣油，搁抹伫即个阿伦甲伊的衫吼，伊的衫安尼吼，就是咱讲对阿伦的头壳吼、喙掌规个吼，到伫伊的衫机吼，搁压伫伊的囝甲因的衫，安尼阿伦因的衫，甲遐个囝的因的衫，拢圣化归上帝。搁一摆提着吼，咱知影对伫圣化的部分，就是穿遮的袍、衣服着、胸牌、礼帽、金牌、洗手、膏抹，即马火即马搁加火啊吼。所以咱就知影讲，
这个部分伊伫咧强调讲，服侍上帝爱会通来圣别家己，来成做一个圣洁的，然后才会当入去伫圣殿内底来服侍上帝吼，才有讲到这油的部分吼，这个利未记也有看到吼。所以19节到20节同款咧讲到这个过程，伊要安怎来献祭，然后使用全羊吼，但是却留落来行肉甲倒骹啦吼。留落来是啥物意思？念伊后壁伊会讲啦。番手咱有讲着吼。好，羊的血咱咧讲的，抹伫正耳的耳珠吼，这个叫做耳珠啦吼。这伫圣经的翻译啦吼。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的吼，剩的也伫阿伦甲伊的囝的袍，互因会通来分别罪性吼。所以耳孔代表听啦吼，手代表服侍啦，骹为着上帝来奔跑啦吼。当然，袍当然是代表伊准备要来服侍上帝。所以敬拜牧师咧讲着用安尼来反省牧师爱穿牧师服无吼？阮前礼拜无咱无上课吼，就是去参加圣经学院的即个主日老师的训练啦吼。但是伫过工要结束的时阵，教育委员会主委甲迄个教育干事牧师，一个是穿小礼服，一个是穿普通的西装，两个主持圣礼典。在我来看，我感觉无介好势吼。就是讲你有重视，你会当做改变吼。迄工的首圣餐是摕一块切好的吐司，混葡萄酒，就先食。咱一般伫教会内底是拢总分了，牧师才讲咱做伙来领受，对无？阮伫美国长老教会也好，信义会也好，阮拢是摕着面包，阮是拢足大块安尼吼，就慢的吼，就马上来领受安尼啦吼。伫咧领的时阵，摕负责分即个捧的人，就是讲这是耶稣的身躯为着恁牺牲的；捧杯的人，就是讲这是耶稣的血为着恁来牺牲，恁逐摆啉着个安尼吼，就马上来啉，会当做改变。形式我感觉拢真 OK， 会当互咱去孝念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拢好。但是讲你要安怎真重视即个礼仪，我较注重即个部分啦吼。这题外话啦吼。所以即个袍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吼。即对圣经来讲，旧约来讲，伊就感觉这是一个分别罪性爱做的一个一定的步骤吼，爱先穿好势才会使吼。好，过来这油脂吼，这个物件，咱拄则有讲着吼，伊就是伫迄个所在来烧啦吼。好，这个咱较青分的部分，就是后壁要讲的这个摇祭甲迄个举祭吼。咱就开始来看啦吼。伊讲你着搁对我放下伫上主的面前，放无夹饼的篮，摕一块饼，一块搅油的饼，甲一块薄饼，这是三块饼吼，三块无共款的饼吼。好，下伫阿伦甲伊的囝的手，交阵的手，互因伫上主的面头前摇摇咧做祭物，所以这个叫做摇祭吼。你着对因的手接过来，搁接来，下伫即个单顶烧化祭的顶面，互因烧。咱知影烧化祭是啥？烧化祭就是一个公羊规只落去烧的。伫遐烧的时阵，因着接续就是用这三种无共款的饼，互因摇摇咧来放伫即个祭物，做香香的祭献互我。这是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吼，这是摇祭啦吼。好，无甲饼的篮，就是讲伊咧放饼的容器吼，伫埃及的时代，因就拢用安尼来放饼啦吼。
这是第一届出现是伫创世纪40章17节的所在吼。咱看到埃及有拿吼，看埃及王要食的逐项物件，有鸟仔来托我的头壳顶的拿会食米。这个是啥物人讲的？这个是迄个约瑟咧解梦迄个法老王身躯边咧负责食食的这个官所咧讲的物件，所以因就埃及就已经习惯用这个物件咧底饼吼，所以伫这个所在，毋是咱伫25章所咧讲迄个陈设饼，放伫祭坛顶悬迄个饼，毋是吼，毋是迄个。咱讲陈设饼桌顶悬迄个，毋是迄个盘吼，迄个盘是金盘吼，这是拿吼，这是拿，所以是无共款的物件吼。好，有3块饼啦吼，一块饼，一块搅油的饼，甲一块薄饼。薄饼呢，差不多是中东遮的游牧民族，拢日常生活足经常咧食的物件啦吼。阮伫加州的时阵，阮有一寡超级商店吼，是迄个叫做什么？伊朗的人吼，咧开的啦吼。因一入门口吼，倒手边的即个因咧卖即个芳啦饼的所在，就拢有咧专门咧做一塔几啊十块，连米都卖了了吼。因的人拢爱食这啦吼，拢爱食这。好，中东的吼，好饼当然是指无加饼，因为要献祭中间，因就是真标准，就爱献无加饼吼。是圆形的吼，圆形的。过来就是讲有搅油的饼，这嘛是无加饼吼，爱用搅油来去做的饼。过来即种薄饼吼，是足普遍。我有放图伫遮啦吼，无介清楚吼，伫遮足薄。因就是用伫迄个一个平盘仔顶悬落去煎起来、烘起来吼。迄个即马现代商业是较方便较现代啦，伊就是用一个铁盘仔，敢若咱蒙古烤肉迄种铁盘仔吼，甲这紧的了当放伫顶悬，安尼烘的煎的，就咧卖人安尼啦吼。好，所以放伫阿伦甲伊的囝的手，互因摕咧3块饼，然后伫遮摇的安尼吼，就是安尼尔。然后就来放伫即个烧祭的迄只羊羹。会顶头来烧啦吼，所以，搁一个强调，即个祭典、祭祀的就职典礼，主祭者毋是阿伦甲伊的囝，主祭者是摩西。摩西照着上帝的命令来带因做遮的代志吼，所以即个摇祭已经是第3个啊。头前是一个赎罪祭，烧一只公羊对无？公牛是咧，公牛。过来烧祭是第1只羊羹，过来第2只是周节的吼，第2只，然后这个摇祭吼，甲放起安尼吼。好，26节，阿伦受一个是所献的公的绵羊，就摕伊的胸坎仔肉，伫上主的面头前摇了做祭米这嘛是摇祭之一哦吼。这个祭米是你的，这个你的是啥物人呢？咱等下来问一下啦吼。受这个是所献的公绵羊仔中间摇过献祭的胸坎仔肉，摕果奉献的大腿肉你着甲因圣化。这个祭米是阿伦甲伊的囝的吼，这甲阿伦甲伊的囝的吼。咱注意甲看吼，是无共款的吼。这个就职所献的公绵羊仔吼，这个是第2只嘛吼，对，第2只，摕伊的胸坎仔肉放伫上主的面头前摇咧，这份是你的。过来，受这个是所献的公绵羊仔，这嘛是第2只哦。摇过了后，所献的胸坎仔肉，甲摕果奉献的大腿肉，甲伊圣化。这个祭米是阿伦甲遐个囝的。好。我要问的问题是，你的甲阿伦甲伊的囝的敢有共人啦吼？好，遮个部位是阿伦甲伊的囝后代以色列所得的份额吼。
即个着做永远的规律吼。这是对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会中间摕出来奉献，互上主的礼物吼。所以绵羊的献卡仔肉，这是咱咧讲举祭、摇祭吼这个部分啦吼摩西的啦吼，第一个讲的是摩西是献卡仔肉，过来另外一份的献卡仔肉甲腿肉是阿伦甲伊的囝的吼，所以献卡仔肉分做2份啦吼，所以咱就知影讲，伊遮有一部分是归互祭司的吼。好，再互咱想着圣经记载有2个人足无好的祭司，即2个人是以利的2个囝，吼，因伫圣殿内底人摕祭物来献祭的时阵，规只拢人拄转去，吼，规只拢人摕倒去。意思用咱现代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当会友若奉献互教会可能即个做牧师的有欠钱欠用，单规个拢共赶去，类似安尼意思啦吼。也是讲有一寡咧管奉献的，亲像犹大共款吼，犹大共款，伊出卖耶稣，伊甲迄个钱着摕掉吼。即个就是互咱来做一寡思考。对保罗的角度来讲，对耶稣基督的角度来讲，伊找伊学生出去，甲伊讲你免烦恼，啥物事拢免杂，因会提供你吼。但是提供毋是全部拢互你，是部分吼。伫出埃及记的记载内底真清楚，大部分是做上帝的祭司要献互上帝，小部分伊规定的部分，才正做祭司需要的帮衬吼。所以这足清楚的物件吼。所以爱做永远的规律伫这所在，过来后壁就献平安祭啦吼。咱伫利未记的中间也会当看到即个记载吼。咱有时间才过来看吼。这个部分我用共款用圣经的简报站的资料，互咱来看安尼吼。佮互咱小看一个，拄则已经互咱看过吼，伊的差别伫倒位啦吼。好，赎罪祭是用公牛吼，牛犅花抹伫四角，然后剩咧倒伫迄祭坛下骹。即个油甲咱咧讲的油脂吼，伫放伫即个祭坛烧，其他的肉甲皮甲伊的屎拢放伫野外吼。烧祭公绵羊吼，用火也伫祭坛的四边，爱切角吼，洗5脏甲伊的腿肉，规只烧掉。然后就职的时阵，搁第2只羊公吼，伫这所在，伊的火呢抹摩西的阿兄阿伦，甲伊的囝的正耳、正手的母头翁吼，大母甲正骹共款吼，其他的拢压伫即个祭坛的周围，搁压伫即个祭司因的3顶悬。然后伊的油、油脂、正骹、胸甲仔肉，其他部分才摕去烧，然后佫有剩的留互摩西甲受膏抹的祭司，用无甲饼调油的无甲饼甲薄的无甲饼来做烧祭，烧掉，其他就归互祭司吼。大概因伫当时时咧讲的即个部分安尼啦吼。好，伫这内底伊也有解说，像我拄则咧讲的吼，正耳就是咧听上帝声啦吼，这个正手正骹，当然为着上帝做工，也为着上帝行路安尼吼，由其他的经文伫这个所在来对应吼。好，这就是我咧讲的吼，牧师要安怎？就是你爱真看家己的服侍做真神圣，也是讲咱的同工、咱的长老、咱的执事、
咱所选出来的即个团契的首长，咱爱真重视咱所领受的即个积分。啊，牧师嘛捌甲咱提醒讲，去做礼拜到底要穿啥，拢无要紧，但是你是毋是真真正正对心底，我今仔穿衫就是为着要来敬拜上帝，迄种的心重，吼、我嘛捌看过有某一间教会，我去做敬拜赞美训练的时阵，某一个牧师也是长老的囝，伫遐弄鼓弄到足欢喜的，结果弄了伊就走啊。我看伊穿斯里巴，就对迄个圣殿的讲台顶看，就行过安尼，吼，是毋是适当？我想这是需要思考的啦，吼。比如讲姊妹穿真水，但是裙的长度有适合无，嘛是爱去考虑，吼，嘛是爱考虑。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讲，你有看重这个职务的神圣无？我想这是足重要一个思考啦，吼。对安尼倒转来看咱现代的迄落吼，好，最肥美上好的部分就是油啦，吼。这个我是感觉伊解释的太要怎讲，伤过意义的解释啦，吼，就是讲已经甲伊解说甲拢用家己的角度咧讲啦，吼。这是我咧讲，这圣经简报站有一寡物件，我会较加考小可吼。好，正较是上有咱的所在，但是我要疑问的是，正较是头前较有咱，还是后壁较有咱？你若要安尼解说的时阵，你着爱去讲互足斟酌啦，吼。所以参考就好，吼，我互咱参考啦，吼。因感觉嘛，互人我说，这已经伤过情境化解说啊啦，吼。好，我较紧过，互咱看啦，吼。好，遥祭大概就是安尼啦，吼。遥祭举祭，吼，就是互因起摇行起来，吼。这拢是咧代表讲要奉献互上帝迄个上顶甲意思啦，吼。好。这个看下就好啊，吼 ，OK，所以过来伊讲着早暗拢爱献一摆哦，吼，早暗拢爱献一摆，献一回一只的羊羔，吼，搁素祭，吼，搁这个咱讲奠祭，吼，这个部分，所以这几项物件其实拢是伫犹太人的生活中间足时常会出现的物件，也诚做因奉献互上帝足重要的物件，好。即摆话讲倒转来，若安尼基督徒献祭一定要用羊，一定要用无夹饼吗？比如讲寿圣餐，一定要用葡萄酒吗？对。如果咱讲咱寿圣餐一定要用葡萄酒，那安尼咱着爱用无夹饼，咱用无夹饼。那安尼咱着爱杀羊啊，爱羊血抹门糜。你若准讲要安尼苛刻的时阵啦，吼，但是咱爱知影讲有一寡物件是因为因生活上因咧使用的物件，因将迄个上好的起来奉献互上帝，吼，咱爱用这个出发点啦，吼，用这个出发点咯，所以这诚做咱的一寡反省甲帮赞啦，吼，这个伊一寡提供的想法伫遮咱会当家己搁小可来看啦，吼，好。对29节到37节，阿伦成的礼服互伊的后代因受抹油甲接受祭祀的酒分的时阵，着穿好。即摆问题，牧师要问啦，吼，阿伦成的礼服互伊的后代，佮世代吼，伫圣经中间啦，吼。但是咱知影拄则看见讲，羊仔的花是爱赢伫即个衫顶悬，即个衫敢真正藏会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敢有可能藏汉济代？当然，基本上就是讲，这个制定这个衫的做法，以后有可能做新的，但是安尼的做法，毋是讲干那会当穿迄领衫尔吼。因为捌拄着有人安尼甲我问啦吼，圣经都安尼写啊，所以干那迄领衫会使尔。其实毋是安尼啦吼，所以咱伫咧看圣经，咱爱了解伊迄个后壁的意思，是咧讲着。
做这衫的方式，祭司伊要穿的，对犹太教来讲，因还佫真注重伫这方面，吼，真注重这方面。好，过来就是传承，吼，将这个礼典的精神、迄个意义、迄个做法来传承，分别做圣，因爱先洁净家己，为着家己献祭，然后才会当来服侍上帝，替人献祭，吼，等等遮的，吼，好。煞接伊做祭司遐迄个囝着逐遍入伫会幕伫圣所服侍时，着穿礼服7日久。为什么要穿礼服7日久？就是清气家己。受节的时就献工的绵羊仔，你着伫会幕会听主吼。阿伦甲伊的囝着伫会幕入口食即只羊仔的肉甲拿来的饼，好，则搁一个啊吼。伊所献的绵羊仔，着伫会幕会听主吼。有剩的哦，有第二只是规只烧了了，第三只毋是哦吼，是有挂起来有一寡部分，有诶互祭司，有诶互摩西，有诶是主的，然后伫阿伦甲伊诶囝要入会幕诶时阵，通好来食吼，通好来食。因要接受即个职分受分别做圣着食这会为着因赎罪的物，毋过其他诶人毋通食。好来。所以拄则咧讲诶，食即个羊仔诶肉嘛是分别做圣诶一个记号。所以其他诶人毋通食，因为这食物是圣化诶吼。受即个是所献诶肉甲饼，若留甲过日早起，着爱用火烧掉，毋通搁食，这是圣诶物。好，所以要伫入会幕诶前因着已经爱先穿礼服7天。爱先洁净家己，祭司要服侍进前，着爱7天，才洁净家己，吼，然后才会当入去伫圣所内底。7日的概念是对上帝创造即个演算落来的概念，吼。安息日也好，若是讲准备服侍献祭7的数字，当然代表完全的数字啦，吼。好。现个讲的绵羊着受节的时阵，着爱剩的遐肉，着主的伫广场，伫即个亭的主的来互阿伦甲伊的囝食。好，主即个字是用水煮啦，吼，咱若用英语即个吼是用水煮，甲一般咱看到因献祭用烧的、用烘的是无共款的，吼，所以是用煮的，吼，用煮的方式来提供因啦，吼。互祭司食，吼，伫服侍进前，吼，当然爱甲无甲饼做伙食啦，吼。所以咱知影，其他的人袂当食，吼。好，咱倒转来讲天主教甲咱长老教会啦，吼。天主教的圣餐对圣餐的看法，甲咱长老教会有足大的无共款。长老教会解决宗认为讲，牧师祝祷了后。即个饼还阁是伊饼，葡萄汁也是葡萄酒，还阁是葡萄汁、葡萄酒。这是一个象征，耶稣为着咱牺牲，耶稣为着咱流血的赎罪祭，安尼来听。好，天主教毋是哦，神父祝谢了后，即个饼伊伫因的目睭前叫做耶稣的身躯，迄杯酒伫因的目睭前叫做耶稣的血。所以因食无了的，着爱放伫迄个新甲仔顶悬，爱甲锁起来。除了神父以外，主持礼典以外，无人会当食。这是无共款的吼。咱今仔日看到即摆云幕顶悬即个，为着要祝福祭司食的物件，一般人袂当食，因为迄是圣化的物件，吼，圣化的物件。好，那安尼倒转个长老会的角度来讲，长老会角度就是讲。伫圣餐主持了，剩落来的饼甲葡萄汁，只有小会员会当来食卤尾，爱甲食完安尼啦吼，爱甲食完吼。但是天主教因着甲锁伫因的迄个圣坛内底吼，锁掉的安尼吼，这是无共款的角度吼，无共款的角度。所以一般的人袂当食，这个概念
伫无共款的宗教内底，还是讲教派内底，其实是存在吼，一般人袂当食，还是讲只有伫领袖的中间会当食。好，嘛有人咧讨论讲，是安怎幼儿洗礼的人袂当守圣餐，只有大人洗礼的人才会当守圣餐。吼，嘛有咧讲啊吼，所以有一派的教会的人就讲，囡仔洗礼了，伊就拢会当守圣餐啦。虽然伊还袂坚信咧吼，当然这个有讨论的空间啦吼。不过这个部分就是讲用这个概念来讲，无相关的人毋通食，因为迄是圣化的物件，还是讲伊赎罪祭来呢吼。这有搁较大的部分会当讨论，咱另工再搁来讲啦吼。我讲到遮吼，搁来过长的物件，还是讲剩落来这食物食无完，伫当这时规定，着爱烧掉。比如讲，伊讲用羊肉用煮的，煮起来啊，着这时可能腹肚无好，食袂落啊，食无较济啊吼。袂当讲我明仔载才来食，吼，明仔载才来食，吼咱知影当初时无有冰箱嘛吼，是毋是因为安尼？也是讲，就是俗要献祭了的物件食无完，袂当留落来吼，着爱搁烧掉去做献祭吼，因为这是圣，已经分别做圣的食物啊吼。好用一个较俏谈的方式啊，你若去买便当，较有大品牌的便当，外口拢爱甲你印一个字啊呐，隔餐勿死吼。这是为着卫生的关系啦吼，为着食品安全的关系啦吼。好，35节到37节，你着照我的吩咐，为着阿伦甲伊的囝举行受祭的第2有7日久，就是穿衫了7天吼。伊着献一只公的牛做赎罪祭吼，伊搁重述一摆啊吼，洁净礼，互伊清气，甲伊抹油做圣吼，拢甲咱讲这个物件，来分别做圣安尼。这段经洁净礼7日久吼，甲坛分别做圣，坛就称做至圣，搁有摸着坛的，拢会当称做圣。好来，搁另外一个问题互咱，啥物人会当摸着坛？吼，啥物人会当摸着坛？一般的人会使无？吼，还是只有祭司阿伦？吼，这咱会当去思考的物件啦吼。受这个礼仪吼，就是爱用7日的时间，逐工举行吼赎罪祭，每一工拢爱献一只公牛来做赎罪祭，7天久，所以爱准备7天。祭司要献祭进前，着爱做7天安尼动作，为着祭坛来洁净，所以每一工祭坛的顶悬拢爱抹牛仔的血，爱这个倒这个牛仔的血伫祭坛的四周围，嘛爱喷羊仔的血，吼，7天拢爱安尼做，拄则咱看到的，拢爱正做圣吼，拢会当正做圣吼。一般来讲，会当去摸着祭坛，只有祭司吼，只有祭司，其他人袂使吼，只有祭司尔定吼。好，你逐日着伫祭坛奉献2只酒会的羊羔，早起是献1只，下昏时献1只，着用1公斤的幼米粉甲蒸出来1公斤的橄榄油，吼来，这是蒸出来吼，安尼吼蒸久吼做伙吼，甲第1只的羊做伙献，用1公斤的酒做奠酒祭吼，你伫黄昏的时献，你只羊的时着用早起时共款的献素祭。奠酒祭用火来烧芳芳的祭来献互上主吼。好，早起甲下昏拢爱一摆啦吼。早起甲下昏吼，早暗拢一只公的羊来用真油的米粉1公斤来做这个饼吼，来做这个饼，用蒸出来1公斤的橄榄油吼，蒸出来就是讲你爱用诚心实意。实际去做，这是要为着要献互上帝吼，要献互上帝。这着讲倒转来讲，犹太人足坚持爱用无夹饼，但是因即马现代犹太人无遐尼闲，伫厝里去做无夹饼，而且爱甲所有的有夹的物件拢收起来。意思是讲，因保拢时拢有食发夹的物件啦。
但是伊为着要做无甲饼，要献祭，伊就爱甲规个厝间的物件拢收了，用啊足清气安尼吼。所以即马就改做讲有工厂专门咧生产无甲饼的，而且佫有劣币伫伊内底监督。伊的面粉是炒落去了后，伫几点钟内就一定爱来烘互完成，吼，伊才认证讲这是无甲饼，吼。然后你就倒转来伫即个内底。伫古早诶时代，因规定爱用手现场蒸诶橄榄油来献互上帝。迄个实际意义顶悬已经咱讲这叫做便利商店式的敬拜啦，吼。我咧讲这个物件啦，吼。所以这也互咱来思考，咱伫敬拜中间，咱要安怎用诚心实意去表达对上帝的敬拜吼，甲奉献吼。好，啊，共款伫即个中间，因布隆时啊饮了着红葡萄酒，所以这咧中间就是咧讲着红葡萄酒来献上啦吼。好，世世代代着教士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互上帝。我要伫遐甲因上会，这足重要吼。会幕的起造的目的，我要伫遐甲恁上会，甲你讲话，吼。倒转来讲，咱的礼拜堂连面来，咱来讲啦吼。讲我要伫遐甲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因为我的阳光诚做圣，我要伫会幕甲祭坛分别做圣，嘛要甲阿伦甲伊遐的囝分别做圣，互因做祭司服侍我，我要踮伫以色列人中间做因的上帝吼。世世代代当然就是对摩西时代一直传落来到现代，犹太教犹原遵行这个传统，所以照着这个规定嘛是拢安尼在做吼。我真感动的就是讲，我伫洛杉矶咧牧会时，我拜六去伫教会迄区，我迄区是另外一区啦吼，就是边仔遮拢是犹太人的区，拢看到因安尼穿乌的西装，穿真清气真光的皮鞋，戴帽仔，规家无开车，因为安尼日袂当做代志，开车就是做代志。因用行几公里，穿汉热吼，行几公里去因的会堂来敬拜上帝。因那个以前安尼传统吼，因那个以前安尼传统，这是互人感觉真无简单啊，是咱可能做袂到啦吼。热到要死，就穿一个 T 恤就好啊吼，穿一下短裤偌好咧，穿一下凉鞋吼。即摆有足个少年人是安尼想啊吼，但是因犹原伫即个公元2000几年即个中间，因犹原安尼做吼。好，圣殿的目的、会幕的目的、礼拜堂的目的，还是讲会堂的目的，毋是要起一间足水的建筑物，互人感觉足请样的，毋是。目的是上帝要伫遐甲咱相拄，上帝要伫遐甲咱讲话，咱要伫遐来向上帝敬拜，咱要伫遐来向上帝献祭。这是伫今仔日的经文遮讲真清楚。所以会幕起造了后，因为上帝临在就诚做圣洁，伫迄个所在祭司的献祭，就必须爱去分别做圣来敬拜上帝，互所有。伊拄则讲，迄个祭坛，所有蒙着的人拢诚做圣洁。好来，就是安尼倒转来讲，互所有伫会幕献祭人拢诚做圣，互所有入伫圣殿、伫礼拜堂内底的人，拢会当因为安尼来诚做圣。这是迄个概念，这是迄个概念。所以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上帝要伫因中间，上帝无搁再是伫西奈山顶悬袂当过去的上帝，上帝无搁再是迄个。祖先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以色列人因家己的上帝。这已经完全无共的一种的想法啦吼。所以会幕是上帝甲摩西相拄的所在，上帝甲以色列人相拄的所在。上帝要伫遐甲因讲话，上帝要伫遐听咱的祈祷吼。上落尾吼。因就会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我带因出来去，所以我要踮伫因中间。我是上主，因的上帝，所以会幕的目的就是上帝要踮伫因的中间，
上帝要点伫咱的中间。咱来思考几项代志，就是讲，当摩西受呼召要倒转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时阵，伊也讲啊，我要安怎介绍你？上帝也讲我是自有拥有，是迄个在天上高高远远的自然存在的，望袂到、看袂到的上帝，毋捌的上帝，即会安尼介绍啦吼。过来，摩西就去讲，甲上帝讲，啊，你要安怎介绍？伊讲，你甲因讲，你是祖先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但是，这个离足远啊，祖先亚伯拉罕好，几若百年前的代志啊，吼。过来，伫西奈山下骹，上帝画界线，只有摩西会当起来，恁拢袂当起来。上帝是离因阁有距离的，吼，袂当摸，袂当摸，无就会死呢，吼。但是到伫会无时代，无共款啦。上帝要甲因三甲拄面，吼，上帝要甲因三甲拄面，吼。所以透过安尼，咱会通看见上帝一步一步咧引带以色列人来认捌伊，来亲近伊啦，吼。好，以上有要问，还是要分享的无？考试来，紧来问一下。这个今仔日29章的献祭，什么人主持的？知无？来抢答一下。摩西，摩西啦吼，嘿，对啊，咱会当看伊讲摩西伫透过上帝命令伫遐来制定一个典范伫遐啦吼，嘿，好啊。老师，嘿是。老师，我请教一个问题吼，你讲。像阿伦伊要传传因囝做迄个祭司嘛吼，嘿，啊，这祭司敢有年龄的限制？敢有年龄？若讲囡仔足细汉诶，嘿，好，嘿，基本上吼，那照我理解是没有年龄限制啦吼。比如讲，伊离咧训练撒母耳的时阵吼，撒母耳几岁你知无？啊，当然迄毋是因囝啦吼。撒母耳若照讲吼，因老母讲，我要甲伊养饲甲长龄，去伫上帝圣殿来服侍伊。啊，照犹太人咧饲人龄的时间大概5年啦，吼，5岁啦，5岁伊就去服侍上帝啊啦吼，嘿，当然一直到上帝正式呼召伊，伊离才慢慢渐，尾也是无摕落来，但是渐互伊来参与服侍，伊离是落尾是战争的中间死去的吼，嘿，所以基本上我不会认为他们以前会有那种年龄限制啦，大概是做甲死安尼啦。好，好，谢谢，谢谢。还有无？好，若无，咱请冠宇带咱来祈祷结束好无？好，咱共心来祈祷。咱阿弟爸，阮感谢你，因也互阮踮遮三甲自执，会当安静心来领受你出埃及记第29章你所要互阮的启示。透过牧师的讲解，阮会当了解过去祭司伊的礼仪、伊的服装，阁有祭司敬拜你的规例。希望透过这个规例，互阮会当了解甲启示，今仔日阮要用什么态度、什么款的想法来看过去这个礼仪。感谢你，互阮会当有这个时间，通好了解过去伫你
你所教示的圣经内底所启示的。因啊，感谢你，互阮了解这个代志。到即马，阮就要结束今仔日的灵性的成长班，请你保守阮，因啊拢会当有真好的困眠，通好有够夜的气力来继续阮明仔载的生活。我安尼祈祷、恳求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多谢牧师，晚多谢安。牧师。